太子殿下，你和顾剑都是顾家的血脉，是手足啊。柴木，你怎么糊涂了？我身上流的是李家的血呀！太子殿下，我柴木一直认为您是个重情义的人呐。情？若不是为了情，我怎么会非杀他不可呢？我不怕你去找顾剑，我今天就是来告诉你一声，就算是留给他最后的情谊了。太子殿下，您是要登上皇位的人，柴木求您不要和顾剑一般见识。帝王宝座是冰冷彻骨的，如果坐上去的人不比他更冰冷，又怎么能坐得上去呢？太子，太子刚从柴木住处离开。你可看清楚了？是，属下看得千真万确，的确是太子。继续盯着。是。皇上驾到！明月给皇上请安。免礼。你们都出去吧。朕老远就听到你的琴声了。明月记得，皇上最喜欢这首曲子。听到你的琴声，朕这几天的疲惫都散了。皇上喜欢听明月弹琴，明月可以天天给皇上弹。坐吧。哎呀，朝中事务繁忙。哎呀，这几日朕没过来，你受委屈了。明月何来的委屈？明月只是感激皇上的厚爱。只是感激啊。感激朕的人多的是，可是不是个个都可以留在朕的身边的。明月恳请皇上恩准明月出宫。为什么？皇上，皇宫本就不是明月该留的地方，明月不想皇上为难。哼，谁可以为难朕呢？皇上，明月本就是一个普通人，皇上的好，明月会终身铭记于心。您已经把最好的赏赐给明月了。明月，你今日到底怎么了？明月句句都是心里话，绝非撒娇胡闹。告诉朕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朕不想猜。皇上，明月有身孕了。怀上了？真的？大喜事！啊？哎，可是刚才你为何说要出宫啊？先不说是朕的孩子了，就算是平民百姓，他也不会让自己的孩子离开父亲长大吧？啊？明月不愿他从小就卷入这宫廷的纷争中来。你真傻啊！
你如今已经怀上了朕的孩子，谁还敢跟你争啊？皇上，哎，你就留在宫中，等你有了名分之后呢，你就可以名正言顺的诞下龙子。殿下，裴昭，从现在开始，多调300御林军戒备东宫，各殿内外都要设下埋伏。出什么事了，殿下？你只管按照我说的做就是了。记住，外松内严，要放得进来一只麻雀，却出不去一只苍蝇。是。娘娘，婢子有要事禀告。你们先下去吧。是。过来吧。娘娘，明月姑娘怀孕了，皇上还亲口允诺要封明月姑娘为妃。什么？皇上说这是他近几日最开心的事情。皇上还说什么？皇上说为了明月姑娘，坏了宫中规矩也在所不惜。还说宫里没有任何人可以与明月姑娘争宠。娘娘息怒。本宫千辛万苦才怀上龙胎，这明月是什么妖魔鬼怪？怎么才这几日就有孩子了？娘娘息怒，娘娘，你别动了胎气，气坏了身子。本宫原以为腹中的龙胎可以让皇上顾念我们的夫妻情谊，顾念高家这么多年辅佐朝政的功劳。可是现在，皇上眼里恐怕只有那个贱人肚子里的孩子吧？哼！太子妃，明月姑娘来看你了。小风，明月姐姐，好几日不见，你怎么瘦成这样了？不吃东西当然瘦了。明月姑娘，你帮婢子好好劝劝太子妃。永娘，你先下去休息吧，我和明月姐姐说几句话。婢子告退。怎么不吃东西呢？身体可是你自己的。我以前总听你夸永娘手艺好，你不吃，可是要浪费的哦。明月姐姐，你记得那日在明玉坊，我问过你，我说当你知道他是皇上，你还会觉得幸福快乐吗？你告诉我是。那现在我再问你，你还是一样的吗？
我是。可是有些事，不是一个“爱”字就能解决的。我一直以为自己可以强大到承受所有，可我终究不过是一个女人。我想要安定，想要一个家。在我看不见前面的路时，我总会觉得不安。这种不安会让我觉得手足无措，常常不知道自己所做的是否值得。这皇室真是让人为难的地方，想不到像明月姐姐这么通透的人，竟然也会陷在里面。帝王家的人生来薄情，他们可以为了自己的目的，不惜牺牲掉一切。我真的很害怕，明月姐姐你会像我一样。小风，如果你爱一个人，你就要放弃一些东西。相反，如果你做了一些越界的事情，那么你们的爱就有了无法弥补的缺口。可是感情又不能这么计算。你要明白，太子殿下他不是普通人，坐稳太子的位子，不比坐稳皇位容易。他要承受的，远比你想象的要多很多。你应该试着理解他。那如果杀害你家人的凶手是皇上，你还会宽恕他、原谅他吗？义父，从今天开始，我背后这扇门，你不必再进了。为什么？走吧，越远越好。永远不要回上京，也不必来找我。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我这里不再需要你了，你辱没了使命，我也不再信任你。把它喝了吧。这是什么？一碗水，但我要你把它当作是忘川的水喝了它。喝完之后，忘掉所有我曾经告诉过你的话，我教你练的剑，忘掉我告诉你的复仇二字，包括我柴木这个人，你也要忘掉。李承一要杀我？别问了，走吧。我不走。你别再做梦了，小风他不可能是你的。他是太子妃，李承因是太子。今天的太子就是明天的君主，君要臣死，臣不得不死。这话你听过吗？我根本就不认这个太子。那你认不认我这个义父呢？啊！义父，孩儿不孝。曾经认定的事情，原来可以轻如鸿毛，而有些事情却比性命还重要。小风跳了忘川，
却依然记得。我又能忘了什么呢？你这是在找死啊！殿下，如果你要说什么，我劝你还是别说了。我的命令，你清楚了吗？清楚。去吧。是陈诚。啊？怎么会？看来太子那边已经有了变数。哎呦，我早就应该想到啊！这么多年，他早晚会知道啊。只是我怎么也没想到，他背后这个高人。再不出手就来不及了。你还想拦着我？让开！让开！别进来了，我同你无话可说。小风，你还要闹别扭到什么时候啊？我没有闹别扭，只是单纯的恨你。恨我？都说恨我，那我倒问问你，你恨我什么？我恨你是李承言，不是顾小五。又是顾小五是吧？我们之间除了顾小五就没有别的话了吗？你还想让我同你说什么？小风，你只管你离了顾小五会难过。那你有没有想过我呀？啊？你整天颓丧在宫中不吃不喝，我会不会难受？你是我的妻子，我自然真心对你。我相信你也不会忘了我们在一起经历那么多美好的事情，难道那些都是假的吗？都是假的，我已经忘了，你也忘了吧？你要我怎么忘？你教我。你让我杀了你，
你就能忘。我不会让你杀我的，我要你跟我一起活着。我要让你亲眼看着顾小舞是怎么死的。这个东西你不陌生吧？怎么会在你这里？我知道这是你与他沟通的方式。今天这个鸣笛我替你放，我看他会不会来。他如果敢来，我的羽林军就会让他万箭穿心。他不会来的。他知道他过来就是死路一条，所以他不会。你不是心心念念的都是他吗？为什么不相信他会舍命来见你？因为我的命跟有些东西比起来太轻了。那正好。如果他不敢来，你就忘了他。可如果他敢来，我就帮你杀了他。顾家，李成英，不要！李成英。顾剑，快走！李成英在东宫设满了埋伏，就等着要抓你呢。我知道。知道你还要来送死，啊！你快走，快走！你快走！你快走啊！我不走。为什么？我告诉你，这里没有人会伤得了我，但是都会要了你的命。我之前答应过你，只要你放出鸣笛，我就会出现。以前我实现过太多次，这次我不会。我们逃不掉的，我们会死的。不试试怎么知道？那边，快！别跑！快跟上！别跑！快站住！这边呢？那边，快跟上！快！现在！跟上！快！那边！走。你们先走。走。放箭！阿杜，快放手，不然我们会一起掉下去的。放手啊！阿杜。
去，阿杜，快！待着别动。阿杜，太子妃，裴昭。 别再往里闯了，你走吧。君命不可违，给我动！顾剑，保重！林正义，你不坏的，快下令停下！快下令停下！裴将军，你帮帮我。 让他们停下！歼灭刺客是末将的职责，恕末将不能从命。他不是刺客，他是顾剑呀！放箭！ 过来！我要让你看着，你不是喜欢他吗？我要让你看着他死！睁开眼睛看啊！你给我看啊！放箭！ 放箭！林承业，你快停下来！快停下来！不能再射了！不能再射了！那里除了顾剑，还有阿杜。阿
杜做错什么了？阿杜做错什么了？你快停下来！快停下来！快停下来！李秋雨，我求求你快停下来！ 顾姐，顾姐，顾姐，阿杜没事，你救了他，他活着。有事，你会伤心死的。我不能再让你伤心。你把他藏在身下，你一直护着他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 你怎么这么傻？你怎么这么傻？对不住你。我带给你看。好。好看吗？小凤，
如果你不是西周的九公主，师父一定会带你走的。为我着想，为我好，都是骗人的，大骗子！小凤，你不应该留在这里，你不应该牺牲自己的幸福，嫁给自己不爱的人。小凤，我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要带你回西周，带你回家。姑姐，姑姐，姑姐，你醒醒啊！师傅，师傅，你醒醒！小凤赶紧回西周，快醒醒！快醒醒！你快醒醒！你醒醒，我们走啊！小凤跟你走，我们回西周啊！谁来救救他？谁来救救他呀？你们！小凤跟你回去，小凤跟你回去，你听到了没有啊？师傅，我俩约定的日子是7月15，月正圆的时候。我们约好，你在关外的沙丘上等我，我带你一起远走天涯。你说我们上次约好了私奔？嗯。那你怎么后来没带我走啊？是我对不起你。那日突然有要紧的事，我没法来找你。等我到了沙丘的时候，已经过了我们约定的日子。一只狐狸呀，它坐在沙丘上，坐在沙丘上，瞧着月亮。原来它不是在瞧月亮，是在等放羊归来的姑娘。一只狐狸呀，它坐在沙丘上，坐在沙丘上，晒着太阳。原来它不是在晒太阳，是在等骑马路过的姑娘。那是瞧着月亮，无力瞧出了苍凉。太子妃，太子妃，走开！狐狸呀，狐狸呀，等不到放羊归来的姑娘。狐狸呀，狐狸。他死了，你就这么难过吗？是啊，一
我很难过。你满意了吧？你满意了吗？你就这么爱他，恨不得杀了我。我的顾小五死了，永远的死。是你亲手杀了他。那就恨我吧，恨总比视而不见的好。